呢個雅各書3:16節按樣講釋家啲，沒有唔感人嘅心，沒有持續嘅單殺重有嘅心，意思馬計到結家，馬計到結家，計跌到要唔強。意思嚟講咪啦，每跌要唔感人嘅心，計跌要持續單殺，馬計為了結家，計跌思想咪滅出做出壞事情，咪傷臭鬧嘅跌。嗱，所以呢，一個經書講釋家啲二人班啊，所以1哥林多13:4節咁樣講到，愛都要耐，愛都要耐心，愛都要良善嘅心，愛唔係唔感人嘅心。愛唔係提條羊群嘅心，所以自家要帶出上帝嘅愛喺自家心中咧。自家唔係持續單殺，馬計到單殺自家，個了解啲唔係要唔感人嘅心，因為上帝嘅愛要充滿落自家心中度，你換到嚟講，自家唔係要唔感人，自家要控制咧唔感人嘅方面。嗱，1哥林多13:5節，計啲要愛唔係做出冇規矩嘅事情嚟，唔係做出冇道理嘅事情嚟，唔係僭建單殺，馬計到單殺，計人唔係要罰償，計人唔係要病要演嘅錯，嗱，所以要愛自家心中度，唔係點點創造要演嘅錯，唔係點困演錯，唔係點講壞演，你係必得要上帝嘅真理嚟得，因為上帝嘅愛正有本自家能嚟控制一切呢種，係自家用單殺嘅愛冇本事，因為自家單殺嘅愛要限制，上帝嘅愛冇限制，所以要同善經咁樣講，彼得問一個耶穌，佢多年嘅人兩個嘅兄弟姊妹得罪嘅嗌，耶穌係7年冇佢講，耶穌應佢唔係7加你70年，表示400年，表示人兩人冇限制，冇自封，呢啲係上帝教出嘅愛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